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设立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有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的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收完之后再回来，好不好？哦，记得，我万一忘记了就是这样。尾句做完再回来哦。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我们一起预备心，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此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现在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下周下午1点，教育事工部爱家团契在礼拜堂合办圣经与植物讲座。本会干事洪美婷姐妹于10月31号离职，感谢她的忠心服侍，愿上帝带领并赐福前面的道路。108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将在下周主日的第2堂礼拜中颁发。11月21号下午2点，郑燕平执事于辅仁大学静心堂举行管风琴感恩音乐会，自由入场。另外，为了配合疫情，采实名制，请戴口罩。11月28号晚上7点举行感恩见证会，报名到11月15号为止。另外，因为疫情影响，不举办餐会，改为会后茶叙。12月20举行圣礼典，如日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向办公室或招待桌报名。今年圣诞糕除了在各场次圣诞活动赠送以外，开放兄姐订购，如欲订购者，请在11月15号之前登记。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在各位手上周报的第1页，让我们一起来念2遍，请。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请会众起立。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最敬爱的阿爸天父，造天地的主，你统管万有，治理全地。那时你立大地的根基，又定地的尺度，并且将准绳拉在上面。你用门将海水关住，使其不能冲出。又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了界限。那时诚心一同欢唱，神的众使者也都欢呼。曾经父神所创造的大地是如此的美丽，但我们世人因着私心、利益、喜好，任意破坏，不加珍惜，求主赦罪。又或者我们自己也在当中犯错，求主加倍的怜悯我们。父神啊，你做事有规则、有法度，喜爱正直与公义，又教导我们律例与典章，祈求圣灵指教我们的道路，让我们不致惹动父神的怒气。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在现在这个时代，充满了谎言，到处有诡诈，世人失去判断的能力和反省的心。魔鬼将计谋包装成商品，成庆典，成潮流，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成了网罗。圣经提醒我们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祈求圣灵赐给我们敏锐察觉的能力，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父神啊，天气步入了秋冬，可是肺炎疫情却大肆蔓延开来，目前已经造成全球超过4000万人的感染，
110万人的死亡，在全球各地都出现令人惊讶的感染率，很多的国家开始再次的封锁以及宵禁，有人失去健康甚至生命，有人失去工作，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这些都让我们难过。在此恳求上主顾念我们，垂听祷告，将疫情影响降到最小。我们相信，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坏事，都有神的美意。只是我们仍然要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医治这块土地。深信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神的大能使我们得享平安。感谢主，在我们旁边的教育馆已经顺利落成启用，紧接着也会有许多的事工准备推动。求主让我们预备自己成为基督的门徒，委身顺服在合一宣教的意向中，帮助更多人领受福音的好处，从黑暗走向光明。此时，我们再一次的安静心，祈求上主藉由牧师的信息亲自对我们说话，再一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开启我们的心眼，从你的话语中使听的说的都同得益处。最后，我们用主祷文同心来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主。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赞叹你的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前进百步定心，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进百步定心。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
爱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光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是，愿你的圣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有许多困难和狂风暴雨，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要更加的亲近你、敬拜你。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照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照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受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主要拯救，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所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主要拯救，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主，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
字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时刻能够到你宝座前同心来敬拜。主啊，这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恩典！恳求圣灵，让我们能够再次领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让我们借着在敬拜、在亲近，再次生命被主更新。谢谢你。我们虽然会遇到一些至战至轻的苦楚，但是当我们仰望主为我们预备永恒生命的荣耀时，我们发现主，你使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个时刻，每一天都充满主你奇妙的心意跟恩典。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我们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心意降落在我们里面，再次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一起聚集来敬拜。特别今天有一位我们的姐妹哈，陈玉英姐妹是泽应牧师的姐姐哈，在后面我们拍手欢迎她。很高兴哈，她住在南投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哈。特别在2个礼拜前，我有跟大家预告，我们每天都现在跟着诗篇，每一天都读一章，然后你写个金句。有人就在猜，那到底牧师在写什么金句？没关系，你照你的感动自己抄一个金句。早上的时候我会分享我的金句，主要是要跟长职同工会长，让大家知道我们一起在领受想什么。可是这个礼拜开始，你拿到的与金句有约的金句单会有所不同。除了每一天你一样自己选那章里面的金句之外，我们还预备了几年前我们都有一起学习的 QT， 就是安静时刻，与上帝相会。在那个礼拜里面，你至少找一段的经文，现在是进行到诗篇，好好在那段的经文中间，你看看这段经文它的重点到底要写什么，10个字、8个字，让自己安静一下。然后你选的金句到底对你有什么样的领受？在生活中有什么学习？你如何用那段金句来跟上帝说话，来跟他祷告？这种安静时刻，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长职，他们发现跟抄写金句有不同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每个礼拜至少找一天。我知道有弟兄姐妹用3次，有3天，他让自己安静在上帝面前。有时候在这种与金句有约、跟上帝的对话中，一下子就忘了时间。半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哈，所以这是今天第一项，我们特别在招待桌有金句有约的改版，你等一下出去一定要记得带。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11月28号有感恩见证餐会，刚刚有看到了，你现在就要想我要带哪个朋友过来为他祷告4个礼拜。11月28号你就可以带他来，晚上7点我们有个见证会结束，有个茶会。我们遇到上帝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底自己预备好了没有？有一个老师林宏兴老师常常说，他要去尖石乡那边40年前的圣灵运动，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没预备好，圣灵就来了。如果你礼拜3晚上有上课，你一定听过这句话，我们还没预备好，圣灵就来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我们到底预备了什么？所以这个功课我们一起，如果11月28号感恩见证餐会是一个机会的话，你现在预备想一想，我的邻居、我的家人、我的同事、哪个朋友，我就邀一个来，现在为他祷告，碰面就跟他提醒。你可以在招待桌先把自己所要预备的填写来。最后我们知道今天也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
我们一起关心上帝的所设立的神学院为他的仆人栽培的过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我们结合这3天的培灵会，台湾神学院的老师郑阳恩牧师在我们中间一起来带领我们再次敬拜主。那我们也同心关心在神学院的事工。好，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第8章4到8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4节，当一大群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把它吃掉了；有的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跟它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的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100倍。耶稣说完这些话，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下来正道，今天的题目：唯独恩典赐勇气，带来改变。我们请郑牧师。许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那我们这几天这个周末刚好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所以我们从前天晚上、昨天晚上，那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考宗教改革留给我们的信仰的精神对我们的启示那前天我们谈到信心的功课。信心让人得以自由，成为一个可以自由的、有平安的、可以服侍的人那昨天我们谈到上帝的话语对人的重要性当上帝的话语内化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被上帝的话语塑造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生命会不断的茁长会被滋养我们的价值会被转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人，不一样的人。那宗教改革的精神里面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恩典，恩典的这个教导唯独恩典。上帝的恩典总是先临到人身上，但是这个恩典呢，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好，那讲到恩典，这个最重要的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5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它很长，我们就没有读。但是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讲到，因为在那个葡萄园成熟的时候，那个气候变得很快，很容易就下雨，所以那个园主呢就会努力要去找人进来帮忙采收葡萄这样子。耶稣的这个比喻说，一大早6点，他就到那个外面的那个广场去找了工人进来工作这样子。到了9点，到了中午12点，到了下午3点，他又出去，又看到有人这个好像在那边没有事做，他又邀他们都进来。到最后到了黄昏5点的时候，他还是出去。还看到有人没有事做，也请他们进来工作没有想到6点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园主叫那个他的工人出来发工钱。那竟然从最后面进来的5点进来的先发工钱，发给他1钱的银子1钱的银子大概就是工人1天的薪水这样子。那个5点才进来做1个小时。领了1钱银子，那你想象前面早一点，一大早就进来早上6点就进来工作1整天12个小时的人，心里会怎么想？哇，这下子我一定谈丢我一定可以拿到更多这样子。没想到发下去，每一个人都是1钱银子，结果呢，你可以想象那些前面的工作的人都生气抱怨。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
后来这个园主对他们说：“你拿你的钱回去吧，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好，就是1钱银子吗？啊，我对人慷慨，你眼睛就红了吗？啊，你就恰巴啊，台语说恰巴，你就眼红了吗？啊，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用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可能行不通，用在经济的那个市场里面啊，那个这样的老板一定倒台的，好，一定没办法运作的。但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不是在讲市场的机制运作，是在讲上帝对人的恩典的运作法则。上帝怎么样用恩典来对待人？啊，这个比喻其实耶稣在讲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给人的恩典是超过人的思考跟想象的。最重要的不是你值不值得，你配不配得，因为是出于上帝丰盛的恩典跟慈爱，这就是恩典的本质。好，所以不管是一大早从葡萄园进来的，还是最后一刻才进来的，我们说耶稣最早的门徒，还是今天我们今天也在做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有机会能够进入上帝国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是因为出于上帝白白主动的恩典。啊，这就是葡萄园的比喻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上帝恩典的运作的一个法则。那如果耶稣讲了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认同，就是恩典是要给所有的人的，每一个人都只要愿意都可以领受这个恩典。好，那人当恩典临到的时候，人会怎么回应呢？啊，我们会怎么回应呢？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啊，撒种的比喻，就是要来谈我们怎么去回应恩典这件事情。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种这个撒种或是种种子的经验啊？我自己20几年前开始就种这个原生百合啊，台湾原生百合。那在台湾神学院到处就撒种哈，所以长了非常多的这个百合花啊。百合花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生命力的一种植物哈。它每一颗花呢谢了以后，它就有一个夹子哈，一个果夹啊，里面呢爆开了的时候，干掉爆开了的时候，哇，你看到几百颗的种子。好，我那时候种了很多，还把它收起来。啊，装成一袋一袋。好，那个我在神学院主持圣餐的时候，圣餐完呢，发给每一个人，一人一个袋子，说大家回去都来种种子，学习这个种子的生命的力量。那我读到这个当代非常重要美国生态作家梭罗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他写的这个《湖滨散记》这本书哈，但是他也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种子的信仰》啊，种子的信仰。我们对种子有没有信心？这样子啊？那在这本书里面，他有这句名言，他说：“我不相信没有种子的地方会有植物冒出来，但我对种子怀有大信心。若能让我相信你有一粒种子，我就期待奇迹的展现。”种子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机会会茁长的一个存在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不晓得大家读了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或感受？好，因为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太普遍了，在他面前的这些听众，可能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哦，他常常看到人家在撒种，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联想。不过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读了经文路加8章4到8节，我们读到第8节，如果你再有机会回去再往下读下去，你就发现后来耶稣自己为这个比喻做了一个解释，这样子。好，这是少数耶稣自己讲完比喻还做解释的。好，但是呢，耶稣还没有解释以前，可能听到的人就有他的想法。好，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就把这些想法整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可能有3种的对撒种这件事情的解释。那前面2种呢，也很有意思，但是可能就比较反映我们一般的人性的想法。所以这样的解释可能不够深入，反而最后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解释，非常的深刻，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跟挑战。那我们就跟着我来看看这3种可能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我们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可能会想到说，我们就是种子，我们呢被上帝创造，被放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来，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可以成长，所以我就是一个种子。这样的想法呢，有它很正面的地方。我们是有生命的人，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人生生出来，天生我材必有所用。我们呢能够结出果子来。这个解释很好，种子呢就是我呢有机会可以发挥，而且呢背后还有个很强烈的信仰的意义，就是说，我有一个被呼召的感觉。我的人生就是上帝的呼召。我被创造是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让每一个人会努力的在生活当中想要说，我活出一个被呼召的人生，来回应上帝。这个解释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子来想。但是这个理解有它负面的地方，也有它负面的地方。因为刚刚讲的比喻里面，最开始讲到的那几种种子，有的记得掉在路旁边被鸟吃了，有的掉在石头上面，这个干掉了，有的掉在浅土里面，一开始可能发了芽，但是它土太浅，太阳一照，这个土干了，它就死了。只有最后落在好土里面的，那个种子就结出来，结实100倍。那这样，当我们想种子就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读到这个比喻，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呢，我是哪一个？我会不会是那个掉在土里的，那个石头上面的，掉在浅土里的？我是不是那颗被荆棘挤住长不大的？特别长老教会的信仰有这个预定论的想法，还有很多人认为说人生就是上帝所预定的。那万一我是那失落那一位，那怎么办？所以这个解释有它很正面的地方，不过也有它可能有限制的地方。第二种理解，也有很多人常常会这样子说：种子呢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的行动。那这个想法也很积极，就是你就算是人生可能有一些失败，确实你有做了一些事情，掉到土里，掉到石头上，掉到荆棘里，失败了，但不要灰心。有一天有一些种子如果掉在好土里面，你的行动就会开花结果。环境不好还是你失败经验很多，但是尽其所为，你尽力而为，努力去活出你的人生。失败的经验最后会有成功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就努力撒种吧，付出一些时间、精神，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一天有可能会结实100倍。这个讲法也有它很积极正面的地方。这个有一位法国的作家，在这个几十年前写了一本后来得很多奖的书，叫做《种树的男人》。他描写一个老人，他发现说他所生活的在法国那个普罗旺斯的地区，整个山谷因为缺水，森林都死掉了，树都死掉了。所以他就下定一个决心，一天他种100颗种子。哇，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帮忙，自己一个人每天背100颗种子出去种。
他总共种了34年，种了34年，所以呢，普罗旺斯的那个地貌整个就改变了，普罗旺斯变成一个那个非常大片的森林那样的一个新的面貌，这样的故事好像我们回应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人生哲学，努力就会有结果。台湾也有一个种树的男人，不晓得大家读过他的故事没有？这个一个赖桑，他是做生意非常成功的人呐，可是他发现台湾生态有很多危机，山上的树被砍得太多了，他后来就把他的事业交给别人做，他自己开始每天种树，他也是30年自己的钱拿出来花了20亿，种了30万棵。都是好的树种的树，这样的人让我们很敬佩，耶稣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也很好啊，不过呢，第二种的理解也有它的负面的地方，我们现在如果年纪还年轻的人，可能不觉得生命的那种现实跟残酷，一个年纪越长的人，可能就真的发现这个世界不单纯啊。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你想说我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这个有时候会落入一种现实主义或者是物竞天择的想法这个呢，有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或者说，我们这2天在讲宗教改革的精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会落入一种功德的想法、善行的想法我人生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成就了多少事情。那忘了那个恩典的价值所以这个第二种理解有它的正面性，不过好像也没有很完整很有意思的是，耶稣自己给了我们他的解释这就是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第3种的理解耶稣说呢，在这个比喻里面，种子指的是上帝的话，也可以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上帝先赐给人的恩典。这个种子就是上帝先赐给人的恩典。上帝有一个礼物要给我们，但是呢，这个礼物却掉在不同的土地上，象征的人的心。不同的人怎么去回应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结果呢，当上帝恩典要给人的时候呢，却有很不同的回应。在这里，种子指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行动，而是指的一个关系，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昨天在讲新的约，上帝要跟我们建立新的关系，上帝把恩典要给我们，但人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到有的人，听不是很明白，就自以为是，以自己的方法去理解。有的人呢，听到上帝的话，或是经验到上帝的恩典，他并没有很深的体会，马上就接受了，可是呢，就停留在那里，没有办法再深入。有的人的心好像石头一样坚硬抵抗，还是自以为意。有时候呢，我们太忙了，被很多事物这个缠住，就像被荆棘挤住一样，没有回应，冷漠无感。这个解释在直接对我们说话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解释的话，种子是上帝的恩典，你要怎么回应？耶稣说，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解释里面，道不是我们，是从外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他跟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对应的关系。他对我们讲话，他要求我们做出回应，他也要我们去反思我现在的状态是怎样。这个恩典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对那些可能靠着自己想要做这个、成就这个、做这个的人说：“你以为你可以掌握你的人生吗？你以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计划完成一切吗？哇，你有很大野心，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吗？”上帝的种子在那里挑战我们说：“不，愚蠢的人呐，最需要改变的可能是你自己。”
所以种子是上帝的道，对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做出回应。恩典的道理是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呢，当我们被邀请来进入他丰盛的恩典的宴席的时候，进入那个宴席去领受上帝的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应？有没有因此而被改变？好，上帝他不管我们生命成功或失败，他要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上帝要接纳我们，这就是种子作为道最重要的启示。我们所作所为，人生的失败，上帝可能不喜欢我们，但上帝总是爱我们这个人，他总是像刚刚讲的葡萄园的比喻一样，要给每一个人有机会，恩典的礼物要赐给我们。人再怎么自义，上帝都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所以这个种子的信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有机会来成长跟改变。一个被上帝的话所改变的人，他就开始转化、成长。上帝不会看我们的出身，不会看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我们曾经伤害过什么人，上帝都愿意接纳我们。但是他知道，一旦我们被他的恩典接纳之后，我们先接纳了他的话语之后，我们这个人就会开始动起来，就会开始改变。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这是税吏撒该的故事。撒该就是一个在犹太社会里面人人都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他剥削别人，他好几倍，他代表罗马政府去收税，好几倍给人家多收，自己是犹太人，在欺压自己的同胞，所以他是一个大家都讨厌的人，也可能他自己也很讨厌他自己，他觉得自己是很没有用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怎样？他爬到树上，一个人爬在树上，这个有那个英文的一本书说他 hang in a tree， 就是他吊在树上这样子，不上不下，他人生好像不晓得怎么办，他吊在树上，没想到耶稣先招呼他，撒该呀，撒该呀，你赶快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去。上帝主动的恩典临到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改变了，他被上帝的恩典转化了，他马上下来，他变了一个人。他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人人都讨厌，我也讨厌我自己的人，竟然会被上帝的恩典来临到我身上，接纳我。他说我要改变，我以前欠谁的钱我就还他，而且4倍还给人家。这样的一个撒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恩典像一个种子进入人的心，人若愿意接受，就会带来改变。昨天有跟大家介绍这位德国神学家莫特曼，他写了非常有名的《盼望的神学》，也是在谈这样的道理。有盼望的人，生命就带来行动跟改变。那很有意思的是，我最近读到这10年当中，他跟一位美国乔治亚州的死刑犯 Kelly 成为朋友。哇，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美国，怎么会变成笔友？原来是这个 Kelly， 她跟丈夫关系不好，后来发生冲突，把她丈夫一怒之下把丈夫杀死了，在2010年被判处死刑。没想到乔治亚州的教会到监狱里面去办神学课程，像信徒神学的课程，他就去上了。结果读到了这个 Mortman 的盼望神学，他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种子进到他心里面，他觉得我也可以不一样，所以他整个生命改变，然后老师就鼓励他，他就写信给莫特曼，2个人就成为笔友，
后来莫特曼有机会去美国演讲，还特地去监狱看他。好，这位 Kelly 就是一个因为恩典被改变，重新开始做人的人。后来这个莫特曼自己本身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他2次大战的时候被关在英国的战俘营里面，他自己说那是他生命被医治、被重新赋予机会开始的一个很实存的经验。莫特曼是在2次大战从战俘营出来以后，才进入神学院读神学，所以他感受到 Kelly 被关在监狱里面，完全没有盼望，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鼓励这样子。不过后来 Kelly 知道他乔治亚州的死刑没有办法改变，他好几次申请，但是那个都被驳回，所以他知道那个刑期要来了，他就写信跟莫特曼说：“我的刑期到了。”莫特曼寄了一条白手帕给他，跟他说：“当眼泪流出的时候，请你用我的手帕来擦眼泪。”他知道没有办法改变他要被处死的命运，但他知道上帝的恩典像这个手帕一样，可以陪伴着他，带着盼望走向上帝。那他很不幸在2015年被判处死刑。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长老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相信恩典的介入会带给人改变，带给人成长。所以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有时候当做一个写在卡片里面送给人家。我自己在写卡片给人家的时候，也很喜欢写这句话，就是 transforming grace。恩典是可以带来有转化力量的恩典。当恩典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它会带来转化跟改变。前提是这个人要接受这个道，进入豪土里面。经历到恩典，经历到被接纳，也愿意重新接纳自己。过去习惯被别人定义的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来看自己、定义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上帝恩典的眼光，也来看我们自己，也来看别人？恩典的巨大的转化力量是，当我们经历到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找到新的定义。我不再是我以前的我。我们记得几周前过世的李登辉前总统，接受基督信仰以后，他讲出了这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他说：“我不再是我的我，我不再是李登辉的我。”这是代表恩典带给一个人的改变。一个被改变的人，就有可能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像撒该这样子，过去被权力、财富腐化、扭曲的人，因为上帝恩典先临到他，他就成为一个可以结出美好果实的新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恩典是以上帝先接纳人的方式进入人的生命当中，让人重新肯定自己，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结果是这样的主动恩典就带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开始相信，我愿意的话，我就可以改变，我就可以做到上帝所期待、所要求的。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谈起了恩典带来的改变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想我用这个来做结论。他在以弗所书3章7节到8节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服侍的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这句话在我们和合本翻作恩典，在很多英文的圣经翻译，包括我们新的现代中文译本，就直接把恩典这个字翻作特权。其实原文是恩典，但是当保罗说我今天能够服侍人，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句话在用的时候，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了我一个特权，让我能够服侍人。因为他说，我是所有人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却蒙上帝
给我这个特权，让我成为分享福音的人。我们听到特权这个字，可能就有很不好的联想，对不对？想到特权，因为很多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常常会把别人对他的尊敬当作特权，甚至会滥用。这个是特权这个字，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好的意思。但是保罗却告白说，在信仰功课里面，基督徒只有一种特权，这个特权就是去服侍别人的特权。你愿意，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恩典，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我这几天在培灵当中跟我们介绍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历史人物讲到特权，服侍的特权，我就想到在中部彰化地区服侍的这个蓝大卫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小蓝大卫这个两代四个人他们都是服侍者，服侍彰化地区的人那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他的太太连马玉呢有切肤之爱的故事当说一个小孩子周金耀这个脚烂掉，可能要锯腿，那蓝医生呢运用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想法，用移植皮肤想要去救他的腿结果用的皮肤是谁的？是他太太连马玉大腿上面的皮肤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切肤之爱这对夫妇留下非常美好的故事。今天切肤之爱已经在小学、中学的课本里面成为台湾人都在熟悉的故事。蓝医生一生救了非常多的人。那我自己经验到的服事的特权是有机会认识小蓝医生这个蓝台宾这是他们的儿子，战后回到台湾来服务。1998年他最后一次回来台湾，我请他到台湾神学院去跟所有的学生老师分享结果那天他来讲道只讲5分钟而已他一直讲同样的这段话他跟学生说，年轻人你们要珍惜你们服侍别人的工作跟机会，要记得能够服侍别人是上帝给你们的特权。他用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我有机会他的太太也一样是一个服侍人的人高仁爱女医师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空就到原住民地区去当义诊，去做卫生教育那最后回到英国，他总是做义工，到死为止都没有停我自己有2、3次到英国去做研究，就去住在蓝医生的家里那他对我非常的好。我每天早上出去做研究，他跟我说交代说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晚上回来他已经弄了一个简单的鸡腿饭给我吃，这样子每天我要回家的时候跟他说蓝医生就拍谁你年纪这么大了，我是要服侍你，怎么你在服侍我他说我能够为你服侍是上帝给我的特权。这位蓝医生留给我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一辈子将服侍当作是特权。这位谦卑的人格者在他临终的时候要死以前，他写了台湾2个字最后在他旁边的家人，他交代的最后一句话说，唔通袂记得送穷人一定要好好照顾穷人。这次蓝医生过世前1个月，我的朋友拍了最后的照片他手已经帕金森已经扭曲了他还是不断的用最谦卑的话语陪伴人各位弟兄姐妹，服事也是一种恩典，也是一种特权我们教会在不久也有服事的机会，我们有办餐会、见证会这也是一个服事的机会，服事的特权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来到台湾神学院受教育的学生们也是被给予服事的机会，服事的特权
今天我们在学习宗教改革的这个信仰的精神的时候，也邀请大家也纪念神学教育的工作。好，那纪念台湾有三间的神学院，那11月刚好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们也纪念这些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将来要成为服侍别人的这些年轻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习恩典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恩典是你先主动给我们的机会。这恩典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要带给我们改变、勇气，还有转化。让我们不但自己本身被改变，我们也开始将这个恩典学习当作一个服侍别人的机会。恳求你继续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当领受你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一个被转变的人，成为一个服侍的人。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这时候再次站立，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并赞美神。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准备心来奉献。奉献完，我们请郑牧师为我们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
愿主耶稣丰盛的恩典、父上帝无边的慈爱，以及圣灵所示转化的力量，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心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